简亲王一定早做好了准备，所以你妹妹那阿奇的口供就尤为重要。因此，等她醒后，你一定要说服她认罪，并且来告发简亲王。罪臣请皇上放心，罪臣一定会说服那奇认罪，并告发简亲王。好，你起来吧。谢皇上。不好！万岁爷，那奇服毒了！啊！快传金太医。这，皇上，那奇服的不是毒药，罪臣在来的路上已经把药给换了。那奇以为我不知道，可是我偷听见简亲王嘱咐他，若在后宫遇到不测，就服毒自尽。王爷，王爷，遵王爷之命，那13个武士已经每人发了笔钱遣散了。好了，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这，王爷，为何不杀掉这些武士，以免后患？这些武士的武功高强，杀光他们谈何容易？更何况掩藏尸体也是个问题。这些武士都是江湖人士，来去无踪，遣散了他们，对本王不会有什么后患。白蒙，现在这些武士也没有了，那月对本王的指控还能站得住脚吗？哼，议政会议能相信本王会行刺皇上吗？说简亲王嫉妒会行刺皇上，这未免也太荒唐了吧！所以我要告诉议政会议和皇上，那月是因为个人恩怨，报复诬陷本王。哥，你告诉我，你为何要出卖王爷？你又为何把我带进宫来？妹妹，简亲王要刺杀皇上，他还要拿我当替罪羊，还要杀你灭口。不，我不相信。王爷怎么可能会杀我灭口呢？我不信，我不信！妹妹，这是我的心腹莫达亲耳听到的。我这么做是为了救你，是为了让简亲王那个黑心肠的恶人受到惩治。我不信！王爷马上就要让我做侧福晋了。王爷他那么喜欢我，他怎么舍得杀我呢？那奇，我是你亲哥哥，我能害你，能骗你吗？好，从现在起，我一句话都不说了。皇上，罪犯不可招供，是否要严刑拷问？啊，皇上，罪臣恳求皇上，不要对那奇用刑，我一定会劝他招供，并揭发简亲王。好，朕看在你主动投案告发简亲王的份上，可以暂时不对你妹妹用刑。虽然她拒不招供，但是已经承认了她是简亲王的女人，这些已经记录在案。刘光才，奴才在。把那奇先押下去，严加看管，不得有任何意外。这。哎呀，基督，你必须向阿玛保证，你说的句句都是实话。阿玛，儿子对天发誓，儿子说的话句句属实。你认为那月带着那奇进宫，是想用那奇的毒医案来诬告你？儿子认为必定是这样的。儿子现在想不出来，他还有什么事可以诬陷本王的。现在这个毒医案必然不小，皇上若信了那月的话，你定脱不了干系。毕竟，董小宛被毒医差点毒死啊！皇上要知道谁是毒医案的主使，一定不放过呀！哎呀，阿玛，儿子这么一大早过来找阿玛，不就是想让您想辙的吗？你一定老实告诉阿玛，毒医案的主使是不是咱家
灵珠啊，你是不是也知情啊？喂，阿玛问你呢，你现在有难呐，阿玛要帮你啊，你要将所有的实情清楚地告诉阿玛呀。阿玛，儿子现在说出全部的实情。毒一案的确是灵珠指使的。董小婉被毒一近身了一段时间后，拿起才告诉我，儿子是事后才知情的，没阻止灵珠，因我认为这件事天衣无缝，也没敢告诉怕阿玛您担心呢。季度，你敢不敢肯定，纳奇不会说出你后来知道毒一案的事？儿子能肯定，纳奇对儿子用情很深，他甚至可以将性命置之度外。你呀，就是被这个女人害的，你为情所误惹上麻烦，阿玛要帮你解决这个麻烦呐。是，阿玛教训的对，儿子是为情所误，又被那个那月给诬害。阿玛，您一定要帮儿子。你是阿玛的儿子，我能不帮你吗？起来吧。各位王爷，所有的事情就是这样的。若是本王有一句不实之词的话，本王将担全责。各位王爷都知道，因为本王性情耿直和曾冲撞过皇上，皇上对本王一直心怀不满。本王担心皇上偏听偏信了那个奸人那月的话，治了本王的罪。若这莫须有的罪名成真了，本王担心，各位王爷以后也一不小心就担上了这莫须有的罪名。话也不说，也不吃，也不喝，闷头大睡。他哥哥一再劝他，一点用也没有。他不相信嫉妒会杀他，他爱嫉妒，他想保护他，所以他才会如此坚决。皇上，还是不打算对他用刑吗？你觉得对于一个主动寻死的人来说，用刑还能有用吗？现在当务之急，就是必须让他相信他所爱的男人是真的要杀他，他才会崩溃，他才可能指控告发简亲王，朕才能顺利给简亲王定罪。这个嫉妒，真是胆大妄为，他居然敢主动进宫，在议政会议上陈述他所谓的案情。整个事情，季度一定做了通盘的分析，他认为朕无法定他的罪，所以他才反守为攻。嫉妒啊嫉妒，你真的是罪恶滔天。若朕不能取下你的人头，就枉做这大清的皇帝。敖大人，你说那月竟然指控本王要行刺皇上，还把后宫的毒医案，把天地会的2次行刺全都诬陷在本王的头上，你们说他是不是疯了？哼，我看真是疯了。简亲王会行刺皇上，说给谁都不会相信。这个那月，他因为卖官，让简亲王发现了，要治他的罪，他便丧心病狂的想置简亲王于死地。这个那月必须处死，必须处以极刑，给后来者一个警示。对呀，各位大人，这件事实在太严重了。那月的诬告，竟然要置议政大臣于死地呀！本王现在怀疑，这个那月是有背景的，一定是有人在他的后面指使他演了这么一出啊！本王也有此怀疑呀。本王也有所怀疑。简亲王，你不是要面见皇上，陈述冤情吗？跟我走吧。各位王爷，我的话
请记住，如果我议政大臣简亲王嫉妒，真的被这莫须有的冤案关入大牢，或者是人头落地，那等待各位的下场，怕也比本王好不了多少。各位王爷也都在怀疑那月是受了什么人的指使，那本王就直言吧，本王认为，这指使郑兰旗副统领诬陷本王的人就是鳌拜。简亲王，我不想跟你说那么多废话。你是老老实实的跟我走呢，还是想让我叫人把你抓走啊？鳌拜，本王跟你走，不过过不了几天，你就要恭恭敬敬地送本王回王府。哼！万岁爷，奴才还有一事，要请万岁爷旨意。那月拿旗之事，后宫要不要保密呀？不用，相反，这件事情，你让你下面的人把风吹出去，吹得越大越好。万岁爷这是要后宫犯罪的皇妃惊惶现形，这是要收网结案了。启禀皇上，简亲王说有要事面见皇上，说是要陈述冤情。他想见朕，哼，朕还不想见他呢。敖大人，这件事情，你跟刘光才先生审问情形，一定要做详细的记录。这，简亲王，这次你是逃不掉的。臣等给太后娘娘请安。起来吧。谢太后娘娘。坐吧。太后娘娘，这那月显然是诬告啊，是极其可怕的诬告。先前，简亲王跟老臣以为那月是用后宫毒一案一事诬告简亲王，因为简亲王确实跟那月的妹妹那岐有那种关系，但是鳌拜说那月要指控简亲王的是行刺皇上。太后，臣等听了都懵了。这个罪名实在是太害人了，也是荒唐至极，是有人要置简亲王于死地呀！所以臣等赶紧来见太后娘娘。太后娘娘，臣等一致认为，简亲王绝对不会有行刺皇上的念头，更不会有什么行动。那个那月，为了报复简亲王，为了给自己卖官求财免罪，也为了替他妹妹减罪，他是丧心病狂，孤注一掷，陷害简亲王啊！这件事，哀家已经听皇帝说过。哀家可以告诉你们，皇帝根据那月的控告，是有几分相信弑君之说的。太后娘娘，难道皇上真的信了那月的诬告？是诬告还是实告呢？恐怕要查实之后才能下定论。但此案牵扯到简亲王，哀家也知道皇帝平时很讨厌简亲王，所以哀家重重提醒了皇帝，此案绝不可以妄下结论，必须要多方查询证据，要让议政会议信服，不可以铸成冤案。太后圣明，太后圣明，太后娘娘，臣敢以性命担保，简亲王绝不可能有
行刺皇上的想法，哪怕是一闪念，都绝不可能有啊！怎么办呢，姐姐啊？我们该怎么办呢？鳌拜、刘光才，你们有什么资格来审讯本王？本王要见皇上，本王要向皇上面陈案情。简亲王，本将军和刘公公不是在审讯你，而是奉旨在质询你。如果是审讯，哼，恐怕你就没有这把椅子坐了。本王不想跟你们谈，本王要见皇上。简亲王，你要老老实实的接受质询，问你什么你就回答什么。如果你拒不回答，那就是抗旨，你明白吗？刘公公，你不过是个从二品，你竟敢这么说话，跟议政大臣郑兰琪的旗主简亲王嫉妒，就这样说话吗？哼，你这是仗了谁的势啊？本将军和刘公公仗的是皇上和太后娘娘的事。如果你再废话，本将军就不是用这种口气跟你说话了。太后娘娘，郑兰琪副统领那月，竟敢如此胆大妄为，用莫须有的罪名来诬害议政大臣简亲王。臣等十分的震惊，臣等以为那月会不会是受了什么人的指使才这样做的呢？因为那月从山庄逃出来的时候，没有直接进入皇宫，而是径直去找鳌拜。老臣想起这件事，总觉有些蹊跷啊。王爷是说，那月是受了鳌拜的指使，陷害简亲王。姐姐，看来这次灵珠真是要完蛋了。那奇毒液案的主使，准是灵珠和他那个堂兄简亲王。简亲王如今已经被抓了，那奇还是他的女人。那只要那个那奇一开口，这两个人的罪便是定下来了。这一次灵珠，她的皇贵妃之位怕是不保了，说不准会被打入冷宫。淑妃，你还没把事情看清楚。如今的灵珠，已经不是保住妃位或是打入冷宫的事了，而是她的脑袋能够在脖子上待几天的事了。哦，太后娘娘，臣等还有一个请求。简亲王一案无比重大，议政会议当介入质询查证。现议政会议只有一人，且有嫌疑的敖大人介入此案，显然有失公允。臣等请求太后娘娘指定我2位议政大臣共同审查此案。这个请求合情合理。郑王爷因为与简亲王的关系不易介入，哀家看，就索大人和鄂必龙2位大人一并参与这件通天大案的调查审理。这件事哀家会告知皇帝，请皇帝务必同意。太后娘娘圣明。皇上在后宫散布这些消息，显然是针对皇贵妃而言的。这至于举女官那奇，是简亲王的女人，皇贵妃呢，又是简亲王的堂妹。这些说明了什么呀？说明这件事情啊，与皇贵妃还有简亲王都有关系。这么说，皇贵妃这次受到的惩罚将会非常严重了。
本宫告诉你，他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吧。我们的皇贵妃灵珠，极有可能会被处死。皇上，这简亲王的案子审得怎么样了？这个嫉妒啊，胆子越来越大了。今日竟敢向朕公然挑衅了。他已经说服了议政会议，让议政会议向朕和皇娘施压。这不，皇娘刚才派人告知朕，他已经答应了议政会议的要求，让索尼和鄂必龙一起审案。那议政会议介入的话，这简亲王的案子是不是更难定了？是啊。现在基尔哈朗等5位议政大臣，他们一致认为，不相信简亲王会犯弑君大罪，他们就认定了这个那月是受了鳌拜的指使，而且他们的意思是鳌拜是朕指使的。不过，这话他们没敢直说，但是他们把对鳌拜的质疑明确告诉了皇额娘。那皇额娘让2位议政大臣共同去审简亲王，是不是说皇额娘对简亲王刺杀皇上一事还有所怀疑啊？不，朕跟皇额娘从来没有怀疑此事。现在朕跟皇额娘必须要做的，就是对议政会议还有朝廷负责。如果朕跟皇额娘没有确凿的证据，是绝对不能定简亲王罪的。当然了，简亲王深知这一点，他才敢如此的放肆。因为他以为朕找不到证据，朝廷绝不会动他，朕也不会动他的。他自信3天之后，他一定可以平安无事的出宫回家。皇上的意思是说，倘若没有确凿的证据，3天之后简亲王就要被无罪释放，就是因为他是议政会议的大臣。你真是聪明，这是朝廷给议政大臣的礼遇，所以简亲王他才敢这么狂。就算他没有被处死，这次也是彻彻底底的完了。妹妹呀，姐姐要恭贺你大喜了，你的好日子要来了。妹妹的好日子要来了。妹妹不大明白。姐姐答应过你，几年之内必让你进位皇贵妃。现在皇贵妃完蛋了，这后宫的女人有哪个能跟你争锋啊？再加上你肚子里现在有皇上的孩子，这又多了些筹码。听皇上这么说，现在最重要的证词在那岐身上。那岐的证词比那月更重要。现在这个那岐啊，他根本不相信简亲王会杀他灭口。他已经被嫉妒蒙了心智，甘愿做他的走卒，纵死也毫无怨言。哼，可恶！可惜朕还不能动嫉妒，朕恨不得把嫉妒抓来，让嫉妒面对那岐，亲口承认此事，好让他彻底清醒。皇上，让小婉去劝劝那岐吧。你想劝他招供？不可能，他不会轻易招供。现在那岐谁的话都不想听，连他哥哥的话都不听，甚至都不想见他哥哥一面。他现在只是要一心寻死，你跟他谈有什么用啊？皇上，你就让小婉去吧。再说，小婉这次也是被那岐所害呀。我想我的话，他不会一点都听不进去。而且我也想看看他究竟会有什么样的反应。我想我会有办法让他开口的。行，那再让英格尔陪你一块儿去。好。若不是那岐提早出宫，我怕是再也见不到王爷了。我好怕。妹妹，简亲王要刺杀皇上，他还要拿我当替罪羊，还要杀你灭口。那岐，我是你亲哥哥，
我能害你，能骗你吗？王爷他那么喜欢我，他怎么舍得杀我呢？德妃娘娘，请坐。纳琪女官，我知道，你一定清楚简亲王和后宫某位皇妃的罪行，可为什么不愿意站出来揭发他们？我知道，你和你哥哥的感情很深。你哥哥为了保护你，也为了保护他自己，毅然站出来揭发简亲王的罪行。难道你哥哥的话你也不信？你哥哥，他会害你吗？如果你不开口，你哥哥那月的处境将会非常危险。议政大臣现在已经认定是你哥哥受他人指使来陷害简亲王。倘若简亲王的罪名没有被坐实，那你哥哥就会因为诬陷朝廷重臣的大罪而被杀头。纳琪，我知道你不愿意告发简亲王的原因，是因为你爱他。可倘若你所爱的男人是一个坏人，是一个恶魔，那你舍身保护这样的坏人，是不是不值呢？德妃娘娘，简亲王他不是恶魔，而且我也不相信他会杀我。纳琪，有件事情我想不明白，你是个很漂亮的女子，看起来也不像是个坏人。可我想问，你为什么会用毒衣净身这样恶毒的方式来害我呢？你知道我在中毒的时候有多痛苦吗？每天都如万箭钻心的痛。我想叫叫不出声，我想动动不了身。我知道我是被人害了，想不到是你呀。我知道你一定是受人的指使。你可以告诉我指使你下毒的人是谁吗？德妃娘娘，纳琪为这事儿向您道歉赔罪。纳琪，对不起娘娘。纳琪甘愿受罚，但纳琪不想再说此事了。纳琪，你不说也没关系。这件事是简亲王和后宫某位皇妃做的案，即便你不开口，朝廷也会查清他们的罪行。德妃，我求你不要再逼我了，好不好？我告诉你，我不会说的，我什么都不会说的。我只求你走。纳琪犯了罪，纳琪犯的是死罪，我只求一死，但我绝对不会出卖王爷。纳琪，就算你不惧一死，可你有没有为你哥哥想一想？有没有为你父母家人想一想？
你这样保护一个罪大恶极的人，你的选择是对的吗？纳奇，你有没有想过，简亲王是真的爱你吗？倘若他真的爱你，他会想杀你和你哥哥。他只不过在利用你们兄妹俩，来实现他自己的野心罢了。他未能实现自己的狼子野心，连皇上都敢杀，更置天下百姓于水深火热而不顾。这样的人，他会在乎你的痴情？他会在乎你对他的真心吗？纳奇，如果你能开口揭发简亲王的罪行，我可以向你保证，我会帮你向皇上求情，让他免除你和你哥哥的死罪。我也会求皇上法外开恩，争取让你和你哥哥获得自由。娘娘，他不会再说话了，我们走吧。巴达在，看好纳奇，不能出一点意外。鹰大人放心，我们随时看着他，这里绝对不会出任何意外。娘娘，纳奇，我对你所说的话，我希望你再认真的、仔细的想一想。罪臣拿月叩见3位大人。拿月，将你所知全部案情，如实向本王陈述。是。皇上，小婉今日觉得纳奇内心已经有所震动，有所动摇，只是纳奇太过爱简亲王，所以他不相信简亲王会杀他灭口。这纳奇心里的全部症结，应该就在这里。所以，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想办法，必须让他相信简亲王就是要杀他灭口，而且纳奇的口供还直接关系到毒医案的主使。哎，皇上，这毒医案的主使肯定是皇贵妃无疑。哎呀，这还用你说吗？皇上刚才不是说了吗？现在最重要的是找证据，必须要找到确凿的证据，才能定他们俩的死罪。还用这么麻烦呀？我还以为皇上既已知情，您一道圣旨，就可以将那个简亲王和皇贵妃，咔嚓一声人头落地了呢。嘿嘿，扣扣，你说的那个咔嚓一下，那是暴君，暴君才想杀谁便杀谁，朕不是暴君，所以朕就算判定谁有罪，也必须要有确凿的证据，你懂吗？皇上，扣扣懂，只是扣扣实在恨死那个差点把姐姐害死的皇贵妃，才这么说的。德妃，你好像想到了什么办法，是吗？不瞒皇上，小婉心里还真有办法。索大人、鄂大人，本王很高兴你们坐在这里。议政会议现在介入此案，本王就不用再担心有些人会陷害了。简亲王，本王和鄂大人同审此案，这是皇上和太后娘娘对议政会议的信任。我们以事实证据为凭，最后的结论也只能是以事实证据说话。希望简亲王有问必答，有答必实。索大人放心，
本王说的话，句句事实。简亲王，本将军奉旨到你京城郊外的山庄进行搜查，那月也去了。我们去的目的，原是为了找到你让那月训练用来搞行刺暗杀的武士。哦，那你的人搜到了所谓那月编造的武士了吗？武士虽然没有找到，却仍找到那条暗道，这就证明那月所言不虚。敖大人，那些编造的武士沿暗道跑了出去，敖大人你看见了？简亲王，你不必嘴硬。如果你果真是清白无辜的，本将军自会放你；但若你真有罪，本将军绝对不会轻饶了你的。敖大人，嫉妒若真有反心，又何必费尽如此周折？恐怕早已率亲兵杀入宫中，却为何眼见计划败露，仍按兵不动，甘心就范呢？简亲王，这其中原因恐怕要问你自己。臣妾给皇上请安，皇上万福金安。你们都起来吧。谢皇上。众位爱妃啊，现在朕已经掌握证据，后宫制衣局的女官阿奇用毒衣毒害德妃一案的真正幕后主使者，便是简亲王。发了简亲王。万岁爷和德妃娘娘同时想到了这个主意，奴才以为这个主意极好，极有可能让那奇开口。哀家也觉得这是个可行的主意。这个德妃果然够机灵，居然能跟皇帝合上拍了。德妃娘娘先找那奇谈了话，感觉那奇已经有了动摇，才向万岁爷做了禀报，于是就有了这个主意。众位爱妃啊，现在让朕很头痛的一件事是，那个那奇就是死不开口，因为他对简亲王感情极深，他不愿意出卖简亲王，他更不相信简亲王会杀他灭口。如果那奇不开口作证，朕就无法定简亲王的罪。简亲王，他是议政大臣，朕要定他的罪，必须要有确凿的证据。如果没有证据，那朕只能按照大清的律例，无罪释放他。皇上，臣妾倒是有个法子，既然这那奇是关键的证人，那就让他开口。这各宫的衣服呢，平日都是那奇亲自送来的，臣妾们跟他倒也熟，不如让臣妾们去劝说那奇。德妃之前已经主动请缨，去说服过那奇，好像那奇有所动摇，是吧？那么接下来，朕就希望各位爱妃能够依次轮流再去说服他，让他能够尽早开口。朕之前一直在怀疑，毒害德妃一案的真正幕后主使，可能就是你们当中的某一个人。但是后来，朕听到那月的告发才知道，此事跟众爱妃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所以朕是倍感欣慰啊。诸位爱妃，如果能够主动去说服那奇招供，那就是为我大清立下了汗马功劳。朕和皇娘一定会对你们重赏，一定会厚待你们。都听明白了吗？臣妾定当效力，皇上圣明。你们都起来吧。谢皇上。先说那奇到底谁先去谁后去，朕想就按照
诸位爱妃的排位高低，一个一个去吧。静妃，你第一个，皇后最后一个。朕希望，还没等皇贵妃出马，那岐就已经开口招供了。皇上，臣妾希望不但不需要臣妾出马，就连兰贵妃、荣贵妃也无需出马，静妃几个妃子就能将那岐拿下。最好静妃首战告捷，让那岐乖乖开口。皇贵妃，本宫位低，那岐怕是不会怕本宫。本宫估计，如果皇贵妃出面，那么成功的可能性最大。因为那岐平日里对皇贵妃本来就最为恭敬，而且给皇贵妃做的衣服也是分外尽心啊。静妃，你说这话实在是冤枉本宫了。这那岐对本宫跟对各位姐妹是一样的，何来特别尽心这样的说法呀？是啊，静妃觉得皇贵妃娘娘的衣服更好看，那是因为皇贵妃娘娘长得更漂亮，所以让静妃产生了错觉吧。贤妃，恐怕这里面的主要原因是那岐是简亲王的女人，而皇贵妃是简亲王的亲戚吧？淑妃，你说这话是别有用心吧？皇上都已经说了，这毒医案跟我们后宫没有任何关系，而且本宫跟简亲王也没有任何联系。你说这话到底是何目的呀？好了，都别说了，坐吧。静妃啊，你别多心。朕之所以这样安排，是因为希望你们能够有更好、更充足的时间去准备。说服那岐，你们每个人必须要想好一套具有说服力的说辞，也更应该明白自己该何时出场。好了，既然各位爱妃都已经听明白朕的话了，就可以回去准备了。还有，朕等着你们的好消息。臣妾告退。姐姐，你说皇上是真心让我们去劝那岐，还是设的一个圈套啊？我也在想这件事情。看皇上的样子，像是真心的，但也可能是个圈套。倘若真的是圈套，这件事情就非常可怕了。皇上是冲着本宫和你来的。这个简亲王，他简直是疯了，他怎么能去行刺皇上呢？姐姐做梦也没有想到简亲王会去行刺皇上。或许是简亲王发现事情十分的紧急危险，走投无路，才会孤注一掷吧。妹妹，简亲王行刺皇上之事与我们没有关系，不用管他。皇上想要定简亲王的罪，怕也没那么容易。我们主要担心的是毒医案。毒医案，皇上不是说了吗？是简亲王主使，与我们后宫无关。如果皇上说的是真心话，那我们还算是安全的，对吗？如果皇上是真心的，那我们就安全。前提还得那岐不招供。倘若那岐招了供，那我们便逃不掉了。妹妹不必如此紧张，大不了就是皇上赏赐的一杯毒酒罢了。姐姐，妹妹不想死啊！别哭了，倘若那岐招了供，姐姐认为咱们两个人的性命都很难保住。啊，这是为什么呀，姐姐？因为那岐会供出，本宫平时跟简亲王有联系，
那简亲王就坐实了联系后宫、操作后宫的罪名。如果那岐和那月的口供一致，简亲王跟本宫这一条罪名就难逃了，明白吗？妹妹是明白，但是就算是加上一条我们与前庭串通的这一条罪，也不至于是杀头的罪啊。贤妃，你的脑子永远都少根筋。如果证实了简亲王平时跟本宫互通联系，那简亲王这一次行刺皇上的死罪，皇上是会怪罪到本宫头上的。你别忘了，你让那岐告诉简亲王4个字：破釜沉舟。那岐一旦招了供，他完全可以说是本宫和你让简亲王破釜沉舟杀掉皇上的。啊！你说什么？姐姐，怎么会这样呢？你不是告诉我，破釜沉舟这4个字，只是让简亲王大胆的去杀掉那岐灭口吗？姐姐当然是这个意思。姐姐怎么可能会让简亲王刺杀皇上呢？可是现在不是我们怎么说就行了的，我们的解释已经没有用了。那岐和那月为了免罪保密，一定会把所有的罪名加在本宫的头上。本宫一旦被定了罪，你也会被定罪，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是本宫和你一起做的。姐姐，这些罪都加在一起，是无可赦免的死罪啊！我们该怎么办？我们该怎么办？办法只有一个，就是在那岐开口之前毒死他。静妃娘娘，时辰到了。淑妃娘娘，请。淑妃娘娘，请吧。贤妃娘娘，请坐。请。那岐女官，皇上都说了，简亲王是坏人，你哥哥已经告发他了，你为何还不愿意揭发他呢？贤妃娘娘，你就不用再劝那岐了。出了这事儿，那岐已经不想活了。他们想让那岐诬告王爷，办不到。皇上都说了，简亲王确实犯有大罪，你难道连皇上的话都不信吗？可皇上也是听了我哥的话，才认为王爷有罪的。至于我哥为什么要诬告王爷，我也不清楚。那岐，你还年轻，为什么要想着死呢？还有那个毒医案，肯定是有人指使你的。你将指使你的人说出来，他们会替你减轻罪行的。金太医，你有没有发现贤妃对那岐下毒的迹象？鹰统领，
卑职没有察觉到下毒的迹象。他若要下毒，肯定会有动作。可是仙妃坐在椅子上就没动过呀。可是如果仙妃不动手的话，难道皇贵妃要亲自动手？如果皇贵妃不动手，难道咱们猜错了？我的人禀报说，仙妃来之前，在皇贵妃的宫里待了很久，他们两个人肯定商讨过自己的处境。可是以皇贵妃的个性，她是绝对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。咱们再仔细盯着她。英格尔，你发现贤妃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了？没发现什么不对的地方。你看他的手，他的手风才微微颤动，现在又轻轻地敲打椅子上的扶手。他的注意力好像并不完全在纳奇身上。他用手敲打椅子扶手，说明他内心有些紧张，想用这个动作来放松自己。是啊，他确实在轻轻地敲打扶手。难道他准备要下毒了？英格尔，你注意到了吗？他好像在看着我们这边的墙壁，好像发现了什么，知道有人在监视他。之前，静妃和淑妃可都不是这样的。不可能，他发现不了。这个暗格是我们带走纳奇之后临时装的，里面看是没有破绽的。主子，主子，主子，纳奇死了，仙妃娘娘也死了。不好，贤妃正在下毒，快走！金太医，贤妃，你们好狠！不对，不应该是这个时候。把贤妃抓起来！抓！交出毒药！贤妃，贤妃，贤妃！金太医，贤妃也中毒了。贤妃，毒药在哪儿？贤妃也中毒了。
这是明朝万历年间宫藏的好酒，您可别喝多了。珠儿，下去吧。是。好了，吐出来就好了，已无性命之忧了。皇贵妃的毒计，好厉害！贤妃，你是想和拿齐同归于尽吗？不，是皇贵妃娘娘骗了我。她告诉我，这个毒药会在几个时辰之后才会发作，这样就没有人相信是我下的毒。他还给我服了解药，什么解药啊？都是假的。他不仅想要拿齐的命，连我的命他也想要啊！这个皇贵妃真的是太狠毒了。知道吗？是德妃娘娘救了你们俩的命啊！要不是德妃娘娘及时发现了你在下毒，要是再晚一点儿，你们俩一个都活不了。德妃娘娘，我有罪。德妃娘娘，谢谢德妃娘娘。贤妃，快起来吧。德妃娘娘，德妃娘娘，您是怎么发现情况？我也是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贤妃啊。这得归功于我唱戏的经验。唱戏的经验？是啊，这戏曲衣物袖子里经常藏有秘密，所以在审讯时，我特别留意过贤妃的袖子，发现她的手有异常。娘娘真是厉害。那现在已经可以证实，是皇贵妃做的案，是否要派人先把她抓起来？这件事情我已经派人禀报皇上了，皇上会处理的。樱桃脸，刘公公来了，人已经醒过来了。好，醒来就好。刘公公，这件事情的幕后主使是皇贵妃，皇上有没有下旨抓人？万岁爷有旨，先不管皇贵妃，让她做会儿美梦。万岁爷说了，等人醒以后立刻审讯。好。三位议政大臣，今日朕让你们听听什么是最真实的声音。简亲王嫉妒到底有没有罪？你们马上就知道。
贤妃，你犯了大罪，你犯了死罪。本公公是奉了万岁爷的旨意来审讯你，你必须如实的招供出你所知道的一切，这样万岁爷可以免你一死，还将酌情减罪。你愿意如实招供吗？愿意，只要能够惩罚皇贵妃这条毒蛇，我愿意招供一切。贤妃，你对皇贵妃让你毒死那岐一事，已经供认不讳。现在，本公公问你，皇贵妃为什么要毒死那岐，甚至连你也要一起毒死？皇贵妃要杀人灭口，是因为我和那岐知道她很多秘密，尤其是我知道她所有的秘密，所以她想将我一起毒死。我真的好傻，还相信她把我当作好姐妹。贤妃，你跟那岐到底知道了皇贵妃什么惊人秘密，以至于让她冒着巨大的风险杀人灭口？她要杀那岐，是因为那岐是简亲王的女人，又是她和简亲王之间传话带信的人。那岐知道简亲王很多秘密，而且那岐又是毒害董小宛毒医案的执行人，所以他说，只要毒死了那岐，我和他就安全了，简亲王也安全了。贤妃，那皇贵妃指的安全，是指毒医案，还是指什么其他危险？毒医案只是危险之一。他说那岐很有可能知道简亲王要去行刺皇上，而且还说，就连之前简亲王派人去刺杀朝中洪大人、敖大人的事情，那岐应该也是知情的。所以，皇贵妃和简亲王都要杀那岐灭口。贤妃，那岐一直不相信简亲王会杀人灭口。你说简亲王要杀他灭口，你有什么证据吗？有，毒医案被识破后，皇贵妃让我给那岐带话，让那岐尽快离宫，又让那岐给简亲王带话，说了4个字：破釜沉舟。当时我还不是很懂这句话的含义，便问了皇贵妃这话为何意。她告诉我，这句话有2层含义。其中一层的含义是，他想让简亲王果断行事，快快除掉皇上身边的奸臣。我现在才知道，他根本没有对我说真话。他这4个字的真正含义是，要让简亲王去刺杀皇上。你说有2层意思，那皇贵妃的另一层意思是什么？这句话还有1层意思，是皇贵妃想告诉简亲王，让他快点杀掉那岐，因为那岐知道简亲王太多的秘密。他说，他要是不说这句话，简亲王也是要除掉那岐的。但是还是提醒一下更好。那岐，贤妃是皇贵妃的心腹，平日贤妃和皇贵妃的关系你也清楚。贤妃的话，你不可能不信吧？贤妃娘娘的话，假不了。皇贵妃连贤妃都要杀，简亲王同她一样，都是魔鬼。简亲王不仅要杀我，还要杀了我哥。这一切也都是真的。
是真的。那我问你，简亲王知道毒医案一事吗？知道。简亲王曾让我带过几次话，他说让皇贵妃尽快害死娘娘，说娘娘的死对皇上是最沉重的一击。那简亲王行刺皇上的事，他跟你说过吗？我逃到山庄后听他们说过，那个时候他正与我哥商议方案，刚好他的第一副统领也从怀柔赶了过来。我与哥哥都劝过他，说不要行刺皇上，因为此事实在是太可怕了。他说皇上亲汉，皇上会毁了大清江山的。娘娘，奴婢说的都是实话，不是为了我与哥哥开脱。那岐知道，那岐已经犯了死罪，但那岐不怕死。索大人，鄂大人，都听清楚了吗？皇上，臣一字不漏地听得清清楚楚。简亲王，他的罪行已经坐实了。皇上，简亲王嫉妒，当千刀万剐。我这么爱王爷，为了他，我可以连命都不要。可王爷竟然要杀了我，我不想活了，我好后悔呀！贤妃，咱们现在聊聊失本禁毒案，陷害德妃娘娘的事吧。你们曾计划让灵儿在尸本上下毒，陷害德妃娘娘，是不是？德妃娘娘，这不是罪人的主意，这是皇贵妃的主意。皇贵妃确实想要毒害三阿哥，皇贵妃的愿望是能够封后登位，再生下阿哥，掌握后宫大权。她告诉我，这叫一箭双雕，一箭封侯。
若你说出刘公公还有殷统领尚不知道的事情，或许你可以获得更多减罪。德妃娘娘惠命，不过你们确实漏掉了一件事情，就是害得果真小产的毒蝴蝶案，也是灵珠干的。你说什么？毒蝴蝶案也是灵珠干的？静妃不是已经承认了是她自己做的吗？可能是罪人说的不够准确，灵珠用毒蝴蝶对果真下了毒，但是它的毒药好像毒性没有那么大。皇上驾到！给皇上请安。都起来吧。谢皇上。毒蝴蝶一案，朕十分关心。朕之前以为朕已经知道了真相，可刚才突然听到又有新的说法。你说毒蝴蝶一案是灵珠做的，你为什么这么说？臣妾回，不，罪人回皇上。灵珠确实用了毒蝴蝶下毒害果真，但是他更大的目的是想打击当时的皇后索尔纳。灵珠和罪人万万没有想到，索尔纳竟也想到了用毒蝴蝶去害果真。后来金太医查明，这是果真小产的毒，不是来自灵珠，是来自索尔纳。你这样说，是何依据？果真小产之后，灵珠便立刻知道这不是他毒蝴蝶的功劳。什么？不是功劳，罪人又说错话了。继续说。灵珠说，他的毒药不会那么快让果真小产，而且他对果真小产一事并没有太大的把握。后来金太医查明了，这是果真小产的，是一种蛇毒，这就可以更加证明不是灵珠那些毒蝴蝶所做的。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姐姐，刚才有人向妹妹传话，说姐姐和我不用再去劝那奇了，那奇已经招了，不知是哪位姐妹立了大功呢？不管是哪位姐妹立的功，这个功啊都是帮你立的，你得打赏人家啊。姐姐为何如此说？那奇招了，灵珠铁定是完蛋了。这皇贵妃的大位给你腾出来了，你还不得打赏人家？姐姐真是说笑了，妹妹呀，若真是有那一日，那还得靠姐姐的恩赐呢。姐姐，我推算了一下时辰，觉得有些奇怪。说动那奇招供的，可能是贤妃。贤妃？可这贤妃不是灵珠的心腹吗？果真啊，你怎么确定是贤妃说服了那奇招供呢？当时消息传出来以后，这静妃和淑妃已经去过，董小婉也劝过那奇，皇上也说她不必出面再劝了。当时只剩下妹妹和荣贵妃没有轮到，可不只剩下贤妃了。有道理。哎，这可就奇怪了。这里面想必是一定出了什么事。贤妃能说服那奇招供，那必定是贤妃为了自保反了皇贵妃。姐姐慧明啊，定是这贤妃反了。这下可就热闹了。确实是热闹。本宫看着皇贵妃的脑袋，怕是保不住了。
简妃，朕有一点不明白，这毒蝴蝶都到哪儿去了呢？朕让金太医检查了宫中那么多死去的蝴蝶，却从未寻到一只沾有毒药的蝴蝶。虽然回皇上，当日灵珠就让他的侍女将毒蝴蝶给召回了，想必苏尔纳也是想到了这个法子，也让人将他的毒蝴蝶给召回了。怎么召回的呢？难道说是用索尔纳赐给果真的胭脂香膏召回的那些毒蝴蝶吗？皇上圣明，灵珠想到的就是这一招。太好了，朕的后宫真是精彩之极呀！什么乱七八糟、匪夷所思的事情都能够发生。